嗯。哦。啦，那个，那姑娘呢？没事情啊，想去帮忙。认真今日都强勇嘅梦，没事情睡了。哪会红嘞？疯嘞。做。原本你为了苏汉强还去苏工做小饼，根本呀。好噶，唔係會紅嘞。我过2分钟。我媽，安怎紅做乜嘅？原本你愛去蘇工做小餅啊？超好，根本嘅係。媽，老師傅嘅頭腦記憶係強雜哦。前幾年曾講過嘅事情，怎下都唔記得。唔介意啦。做台去旅行，很强哦，去旅行，强，it's a new me。灰色嘅炊煙，小暖的天際線，平靜的一年秋天，嘅路紅嘅茶葉，落入乃是田野，唔多啲嘅，有個幾行嘅。來來去去嘅鬧熱，順沙現轉消散嘅時間，思念一遍一遍，有深有淺，難有你在身邊。叔公，你又唔看鏡頭咯？我本來要看到您只有10分嘅面啊！哎呀，捱松樹哦，當個小餅專家，唔係捱面啦。愛啦，看鏡頭啦，來！哎呀，唔愛啦。哦，你敢有知道一隻方面都有安全感嗎？安全感？唔係啦，因為安全感嘛。係啊，看見到動表達，嗰批到一條香味，就是到當懷念當幸福呢。本人當愛情嗎？你是嘛？哎，較注意條嘅哈，唔好做到出火啦咯。好，有咩聲音？啊，愛做一啲唔講嘅感覺咧。不用輕鬆，做條呢嘛，無按等人強啦。因為酸度好，我驚冇生意做太久咧。無可聽啊，就是可能呀。哦。
俺吃都好嘞。你吃。通过，真的？真嘅，我骗俺哦。冇骗你。你看唔相信哦？昨天那部伢爸爸喊天伢子试看呢，夹到哦一定会讲通过。Yes。啊，俺唔記得講嘞。用的啦。剛剛俺咪真想到啊，俺咪見本年哦，嗱阿咪去求姻緣咯。啊？有小狗都幾多擺咧？明路香港啊，半夜落嘅時節，雙方嘅資料愛講越清楚越好。我老阿用所嘅資料講清楚講錯冇？當然有啊，佢阿用過嘅資料我總下都配咧呢。冇生，我老佢真嘅冇緣分哦，裝備點冇高啦。吼！哎呀，冇按夾什麼啦。我個看下還有乜嘅七品，做貴人啊，我哋看乜嘅嘢啦？也明路風還有寫哦，要求姻緣順遂，最後還要準備一順快嘅，然後一碗來一客嘅泡麵，表示講姻緣快樂啦。有道理呢，我又冇注意到呀啦，咁日下我就去買。啊，也好。哦。個音樂，拜託保庇我爸身體健康，貴婦家人平安順遂。咩保庇我奶嘅舒緩，比心臟依靠太好。還有啊，順勢保庇我嘅前夫病發，工作順遂。拜託拜託。喂，到。阿咪子我真見懂服務呢，對阿用所按有熱情，唔用會按感按太風啊。我張披風咧，做乜按腳趾啊？你唔會跳麼？你呀，喏，做超過14歲咧，冇曉上咧，想去追求嘛該就去追求啊。聽人哦，對人嘅嘛該眼光啊，還係批評啊，真嘅唔是插機唔是管啊。冇辦法啦，做人做唔得太關心。做嘛做唔得？迄叫英語人唔打分數哦。哈，哈，哈。你呀，你想去開甜點店就去開啊。你中意林冰粉哦，就中意。你想力氣，就講想嘅。想去老娘爸曬奶，就去曬奶啊。但係亞วี嘅勢力真見當叫冇人聽佢講話嘅呢。好啦，你天天嚟想哈，希望你做得相同。你愛繼續為愛嘅姻緣撒網了。好啦。噔噔噔噔，市場快訊，賣水果嘅頭家林生也順嘅哦，參加科學展比賽第1名，很強啊！林生同歡喜哦。佢隔天根本日同聽講2日去前邊買水果，有樣嘅打折吧？大家哦，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哦。
愿望世界相片，风雨写给心的，沙地喂，你二哥呀？哦，就是一集快菜炒豆腐干。安子仔呢？啊，人家妈媽講什麼哦？哎呦，三八哦，他有一個哦董建蛋，嗯，阿媽講哦，又係黑人同條多嘅菜。不過，人哋宿舍研究係唔知講好食一個哦。咩冇同好啦？就係廿兩年哦，你望到頭擺點度嘅豆腐干，就想去食啦啊！哎呦，那你現在是美夢成真呢。嗯哼，嗯，當好事呢。嗯，不過老外記得嘅米絲冇買嘅強用，人媽媽做嘅哦，較甜，咬不開，較鹹較香。哎呀，睇解腔面本單就冇乜嘅強用咩？嗯，就係有冰糖，還有冰條嘅豬老香油吼，冇冰糖多，不過都吃得出。你解嘅啊？嗯。啊，你都吃得出來？嗯。可能哦，冇事拉到仲要好哦。嗯。主漢，哦，我所以面床風水，冇水到呀。改下，等樣片成體，裝上去水啦。買個樣片，唔想看啊？捱無險事啦。啊，我手頂唔想看，來景嘅平頭，兩位又唔支持嘅道理啊，我本唔看啊。我唔看，細阿姨做嘅，係唔係當好笑？當像恐龍嘅，技師派動到嘅，有冇嘅世界鋪嘅？從本年啊，細阿姨唔單唱做油條，還學做調嫩咯。我有時啊，唔會查呢。捱唔啲叫上去做一條呢？過兩日我出戰北京咧，這塊錢我想去調嫩店老娘爸還有阿勇嫂供應商。唔是按麻煩啦。結束創作我去練調嫩啦。冇聽錯油條嫩好食哦，像油條哦。油條咩好啊？該不會有快菜燒豆腐乾嘛？很真啦，愛情好吃，你要不快菜燒豆腐乾呢？哎，老伯班來咧！爸，我識到位老伯班冇，嚟賺錢哦。有沒有大老闆辦呢？係支槍嚟做嘅，係想講我要打就打多條嘅。睇下多多點事啦。好。董後事呢？所以做個老闆辦哦，有個大師傅嘅屬意哦。媽，日前講你嘅飯包二大呀？有咁嘅醬料很較真，係吧？我記得
头摆点都有开菜炒豆腐干，报名又唔做啦。哎呀，因为人数唔拉，就用买嘅啦。哦。阿姐多留下，你拿落去版本記。等下，球本啊，係拿下去。我攞唔傾啊！哦。哎，你啊，来，宝贝盼。哦，案子谁？爸，是帮忙。哦，你要只狗毛子诶，还敢来哦？啊？我去睇了就去啊，佢你冇听下去，你就冇欢喜哦？啊？你结婚哦，就是讲哦，要好好照顾你儿哦，以前你呢，结果呢？你冇听下出轨哦，你就讲要离婚嘞？你哋结伤呢？爸，离婚係我提出的啦，莫怪佢啦。是老佢讲啊？呀，只狗毛子哦，呀，只狗毛子哦！唔講嘅冇錯，都係我對唔起你。佢頭腦唔清楚，唔做乜演技啦。我嘅用是係我堅持，我唔啲條件點老我先一扎，也係有樣嘅。係見邊哦？一天答不應事，老豆跟你好欺負係咪？啊，係咪？講啊，係咪？講啊！阿生哥，我冇想要看到佢就，眼佢就走啦。哦，阿蓮，好，走，走啦！我看到你啦，走啦！係先。后摆咩等上用散步吼，冇想到送你去睇了这条路诶，你就冇中落嚟。冇想到我爸為人付出，唔會見係應該嘅，阿爸同我我弟佢愛我。閒時啊，佢行到哪，我就停到哪。不過外面撥片嘅過後，就做唔得咁樣咧。我係太子，我意思係得，做唔得想樣嘅就樣嘅。不過我老多，我做得意思。講正經嘅哦，而家哈正經，好愛當痛苦嘅。接生活上啊，喺愛拜託當愛結婚重喜，啥又冇聽去睇了。上帝嘅利用，唔怕咩人用傷害，就會俾我做最後嘅決定。嘅勇士下曉啥？看同事都喺規模較嚴強下，我有補養拉嘢，唔過要知道一槍毛。我都唔記得諗電視看係乜嘅感覺咧。
公司我卡发生很多事情，俺明年就听到我事。不过啊，社会上动就会紧叫，所以唔落教。哎呀，也下做对安阳老人讲啊，就会呀事情已经过去嘞。这种事，我知道唔会爱，你冇需要爱，唔系林炳飞嘅本名，系麒麟嘅设计。你没有想过唔爱用上？是俺老多有两种身份唔会冲突。啊，冇讲嘅啦，3000元嘅老狗屎诶，俺嘅菜喏。还蛮咸，我也还咸。哦。哦。一摆转来，吃到唔好强用嘞。乃冇强用，那就差不多。亲像唔是闺女重点挑软点啊。工作时间弄多啊。做得去做唔想做嘅事情啊。那有嘛个想去做嘅事情？迄讲暂时想唔出来要做乜嘅，要做得去旅行，唔忙事出国吼。好啊。现一站唔想去个国家参加旅行团，安尼就好嘞啊。唔会看到无强嘅自家。差了嘞。听讲你几多点没飞机？早晨8点钟。哦。有乜嘅事情，过落嚟讲下。好啊。唔记啦，罗佩班老快脆炒豆腐馆就冇拿啦。算了啦，哦。一係自帶落一係。係啊，冇帶走。哦，看起来都好吃呢。两个是一对老陪伴。阿公来嘞。爸。你丢咧做乜嘅？病啊，我。咦？開菜做挑夫幹啊？抄啊，係自抄嘅。哦，用下先。哦，我嚟抄，來。拿来天数，来没天数？俺没说。阿爸。好。应该不会。好嘞，好嘞，做点事了。老师，老师。
哎，要真给老太古炒嘅木香用诶，懂好事。要去迄个世界世界石头嘅秘书啊，按叫无石头诶。好事。哇，以前还蛮样样诶，爸办个快菜炒的不管。你说嘛呀？我听。也理解心胸安排个东西。阿玲啊，快些哦，爱莫照顾好嘅生人啊，还你哦，帮人欺负，你起来离家出走啊，嘅利息咯，想爱出嘅哦就出嘅啦，哎哦。哎，失败嘅爸爸啦！唔好安尼想啦，每三人有自家嘅人生，唔係嘅責任。當然要咯，成人嘅心思哦，係都唔知咧。佢哋唔講，唔用會知，錯嗎？阿玲啊，人哋哦。特定哦，要改點，幫嘅你哦，特定咯來上班，幫你去同你先哦，將來哦，錢係多，冇講，我安尼好唔好？你第一擺出國係去哪啊？去香港啊。哦，阿婆用阿曼呐。唔係很啲嘅了。唔知，真紧想唔到，嘛个朴素做得不用跌身高的啦。你上细上看啊，一定有的啊。安用啦。你去唱泰國愛神，好冇？泰國愛神，資料更加貼出來。阿咪，唔講正經的哦，唔求到身高我去拜國外嘅神哦。比到愛情哦，哪邊嘅神愛都會去啊。去啦，注意啊！去泰國一定愛去拜愛神，求頭髮，求姻緣冇問題。原來去泰國拜啊？有樣麼？唔係想去出國，老愛強下去求愛之靈。樣嘅。就係出國嘅進香團的意思。你兒子，你去泰國好教好食又好賣哦，去拜出國哦，泰國賺到嘅。安尼哦。搞好啦，聽，掉了。喂，阿姊，把你阿當肯講菜本條件做，硬唔條好用嘅實。啊？好，我隨轉咯，吼。排泄哦，我先轉了，吼。咩啊？人家就先討論啦，吼，你知咯，吼。旅行團呀，自由行，還沒知道安尼較好，你看。警察先生，你不要亂講呢！這個車子哦，這麼大的一個車子停在這裡呢，
怎么会没有呢？怎么会没有呢？你赶快，我要去接我太太呢。好，别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刚刚讲过很多次了，我那公差这边没有这台车的资料，那真的没有这台车啦。哪有啊？你赶快找到我的车子啊！不好意思，警察先生，发生什么事？小姐，这贝贝说哦，他有一台车子不见了，然后车号是3342605，一台 Toyota 的车。那请问你有印象吗？有啦，那是以前的车，已经报废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爸有失智症，我处理一下。好。嗰台茶係 MBV 睇嚟啊，唔記得冇？係要嘅付出嘅5萬球，我係牙牙下嘅茶呀。你要在车嘞？对，警察先生就是他，他承认是他抓起来，给他抓起来，你先冷静哦，贝贝，你冷静哦，没事，你先不要激动哈。阿玲啊，你用嘅即刻转来啦，老人讲哦，去查本日调走啦，迄警察哦还唔相信呢。唔怕啦，阿生哥，唔先平安送去好嘛？好，来去。追影填上去，看他有没有给我填数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爸有失智症，脑袋时间错乱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理解。阿生哥，喷一条歌的本爱糖好嘛？唔会咧。不会啦，你吃看呐。来，拿点啊。拢好啊，继续。就会安尼。就会安尼，浓厚糖美。你是安样的花？冇事情啦，唔看起来冬天睡下好嘛？好。来。听听啊！快睡，
万用诶，皮肤嘞，不要甩嘞。我基本上算就做嚟恢复佢。先生讲试这个时间唔好老紧张，转移佢嘅注意力係較好嘅方式。我家下面喺上到將來吃看啊，應該喺大概都有好了。还用手，抄。廿八點用嘅咯。冇事情啊。我要背下只唔記得事情，耍下球。佢有做時間需要嘅嗎？有啊，我都懂注意。係係啊，我老爺爸爸佢帶療養院好咧。安家，還唔是啦。用我知道還唔是。佢靜靜嘅時間行動多，佢當然做啲運動，做啲同老張去唱歌。我知道親男嘅係唔知佢做到乜嘅年代。不過，迄種咁樣嘅安樣嘅狀況，所以一生人無法度處理啊。聽說有人批定巴掌做得啊。我看哦，大家愛排班，輪流攞去做盤啊。咩做嚟身相康復？阿姊，挑能量嘅事情我會想。乜嘅用會想？我想乜嘅？我會繼續開條毛。槍時冇也打算呢？嘅我來做，好冇？啊？你想去開挑年店？唔用我想去開挑年店咯，也唔係做啲青菜，做好搞嘅呢。唔啲，嘅唔用我想去開咯。一開始係因為我試到媽媽嘅米絲咧，挑年落皮板，還有媽媽畫嘅圖，本來想到動到，你看，還有一條，你看。唉，看到掠到哦，就想到頭擺啦，哼。係啊。爸媽老張，佢哋轉來台南過後，想開一間有客家味嘅挑年店。嗰樣時，佢哋買嘅東西咩冇動到，大用都係自家做嘅。我想老爺就想法留下來。好，我贊成，我全力支持。你係先入味啊？哎，反正啊。永生挑年店啊，要繼續開，我手錶啊就繼續做。我老張嘅手錶啊係招牌中嘅招牌 ，Number One。決定好了，同啲嗌哦，同啲嗌哦，我同啲嗌哦，我哋下去數燈擺哦。好，謝你啊。帆布俾來啦！辛苦咧！下個天數，有表演。好，這本啦。暗子色。哇，條揀就即揀來啊！做到唔會查哦。好看，係終於挑明嘅。係終於黃色嘅。聲音啊！阿哥，講好呢，老張。阿公唔該，用剩挑年店嘅板報筆哦。哎呀，看看。還有呀。哎呦哎，永盛挑江呢。哎，我終於縫這個啊！哦，好看。好，你要畢業哦，表演好冇？好啊，都好咧。李晴啊，哎，有媽媽畫嘅橫條啊，係咪？
又要改歌，好看嘛？哦，好看好看啊！哎，阿勇啊，哎，来，哎，你还记得我？头摆哦，买亚健店的事情啊？当然记得啦，吼，这两次哦，你老所有的钱啊，都拿去买屋。好，你大家啊，我用今年存的钱哦，漳州的买黄头诶，你还心中哦，动态了无？安好当啊！哎，做生意啊，就安尼啊，变一下，总体嘞，变一下，哎，哎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哦，阿顺哥啊，安后生啊，阿顺哥、阿勇哥。永盛豆浆店4月9号重新开幕，欢迎来坐坐哦。是真的哦，上面有 QR code， 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个账号，欢迎你来，来半价，你看哇，我请你，欢迎来，谢谢，来。阿姊，对我来讲，摇摆就像泼墨水同样诶，冇办法分享。不过我也不会装滴，把四肢阿个走咧。其实係記到為我點嘅一類貨，本來看到伊時時講，竟然唔了自從走咧。爸講，佢當排泄冇照顧好人，離婚，我阿哥都冇地方卡，而將經做生意，突然聽咧想轉來咧，還有好多錯嘅素材，故所我想繼續開店。本爸唔會因為失智三毛未好去，條能量就係安尼卡。哎，阿咪姐。用過嘅演員吼，有希望嘅啦。啊，媽嘅啊，你嘅意思係唔是去泰國了？天公日就是天公日，新升級嘅永盛豆漿店要重新開幕嘍！小姐，打擾一下，這個永盛豆漿，好，跟你介紹這個。永盛豆漿店，明仔載有優惠。一定愛去買，無你會後悔哦。哎，弟弟啊，這個永盛豆漿要開了，要記得來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謝謝謝謝。阿咪，你好捱哦。係啊，要來啊。請我有乜嘅事情啊？來看你哦，發傳單當辛苦啦。哎，坐。係用情侶杯老情侶杯墊哦。我請你說，冰滴咖啡。冰滴耶，當特別嘅名，真係用冰可以用喺跌下來嘅。唔係啦，佢用水跌下落嘅壓力，大溫
慢慢萃取出来嘅。就是黄老阿用所也得变屈吼，用得滴出来嘅拉布咖啡。嗯。你没回事？很正经哦。好啦，5两三，无限，下面你去无限哦。嗯。嘿嘿。妈，哥，永生挑人店今本人重新开张，请保庇大家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，赚大钱哦。好，大家来啊！永生，来。用声啊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大叔，老给天数啊，跟你说，哦，你好，左边好。来，外带给，好嘞，外带都好了，谢谢，下次再来哦，谢谢。哎，太好了，朋友，永生豆浆气球大放送，外带给，好嘞，外带都好了。早安。拍照好来。耶！叫怎么在睡啊？我们两个菜头粿啊，阿伯豆个哦，阿伯跟两个豆呢哦，要放那对。哦，阿伯外带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哦，萝卜饭没有加酱油膏，它有那个韭菜豆干，你加起来很好吃哦。是哦，这摆有韭菜豆干啦，哇，真好真好。我加偌济钱啊爸是，要5块。哦，5块5块，咋个83？谢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好，找你20哈。好，谢谢，坐一下哈。好。依婷，我越南油条跟传统油条都一样，超好吃的，是吧？我会带2份。哦，好，还有温豆浆也是。好，那你慢慢吃，我等下帮你弄。好，谢谢。帮我打包2份烧饼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还要再加购1个杯子。好，也就是耶。这样110。大的花哦，好，刚好，谢谢，坐一下哦。想好点什么了吗？哇，阿姨，有没有留言讲我哋团购应该抢量油条呢？啊？抢量油条。热泪砸半夜，热泪流来一家片，想起老人家。热泪砸半夜，热泪吃破带上机，想到离开。小花，含小花，柳树含风。